第二天研磨的香氣，破碎中釋放的美善。今日我哋嘅靈修需要我哋從研磨咖啡豆開始，盼望你可以預備一個嘅磨豆機，不論係手動又或者係電動，你可以從呢一刻開始預備你嘅工具，預備呢一啲嘅材料，包括你嘅咖啡豆、一啲沖煮嘅器皿同埋熱水。我哋從呢一刻開始嚟去準備我哋嘅心靈，進到咖啡靈修嘅過程當中。求主預備我哋嘅心，當你預備好呢一切嘅時候，我哋先求主畀我哋有一個平靜安穩嘅心，我哋等候佢，佢係我哋終極嘅咖啡師。主耶穌喺我哋當中，我哋透過禱告邀請佢帶領我哋，又藉住神嘅話語同埋聖靈嘅工作，讓我哋曉得真理，亦都能夠喺過程裏邊能夠體會神嘅同在同埋教導。請聽神嘅說話。主啊，如今你仍為我們的父，我們是泥，你是窯匠，我們都是你手的工作。以賽亞書64章8節。願意我哋可以開始今日嘅沖煮咖啡嘅過程。你可以先去研磨咖啡，去留意咖啡豆釋放嘅香氣，直至到沖完為止。你可以繼續嘅安靜，一路去沖煮嘅時候，去留意呢啲香氣嘅變化。同樣，我哋可以留意，其實神喺我哋生命裏邊，特別我哋生命嘅破碎嘅當中，藉住呢個過程去塑造出我哋屬靈嘅香氣，同埋基督喺我哋生命當中呈現嘅美善。因為主耶穌就係嗰份嘅香氣，我哋與耶穌連結，就能散發呢一種嘅香氣。呢個時間你可以繼續嘅沖煮。如果你沖煮完之後，你可以去品嚐呢一杯嘅咖啡。如果你係啱啱開始，我建議你可以留意聽住呢啲磨豆嘅聲音，留意住節奏嘅強弱，感受一下研磨時候嘅壓力，同埋呢啲豆被破碎嘅感覺。然後我哋嘗試去比較未研磨同埋研磨之後嘅香氣嘅一個差別，究竟呢啲嘅香氣有啲乜嘢嘅變化呢？你可以眯埋眼去感受下呢啲香氣嘅層次，會唔會係一啲甜味，又或者你熟悉嘅氣味，又或者你好少留意到嘅一啲嘅氣味。求主引導我哋，我哋可以深呼吸，去思考呢一種嘅研磨嘅經歷，會唔會都同我哋人生嘅片段有相近呢？喺你腦海裏邊有冇一個嘅片段，正如咖啡豆研磨一樣，神一樣係咁樣去塑造我哋呢？
我哋再次聆聽神嘅說話。主啊，如今你仍為我們的父，我們是泥，你是窯匠，我們都是你手的工作。以賽亞書64章8節。喺剛才嘅咖啡體驗當中，神讓你聯想起一個乜嘢相似嘅生活片段呢？會唔會係喺失敗之後有一個好大嘅打擊，但係當呢個嘅過程完結之後，你變得更加謙卑，更加嘅順服，更加嘅體貼呢？你有冇曾經面對過一啲嘅試煉？喺呢啲嘅試煉裏邊，你學會安靜倚靠，並且能夠培養更多對人嘅同理心呢？因着過去嘅破碎，你成為別人嘅安慰，你成為安慰別人嘅資源。你有冇咁嘅經歷呢？以下我哋從知情意行4方面嚟去反思。最近有冇一次被破碎嘅經驗，讓你更加像基督，更加似佢，而喺當中你又學到啲乜嘢呢？係知嘅層面，我哋相信神正在磨練我哋，為咗係塑造我哋成為更美好嘅樣式，更加似佢。喺我哋情感方面，當我哋被神破碎之後，我哋應當感恩，因為我哋學會謙卑。我哋亦都學習點樣喺困難嘅裏邊，能夠對準神，繼續有盼望。我哋更加感恩被神造就嘅機會。今日我哋有啲咩立志呢？喺意志方面，我哋嘅改變，會唔會今日我哋可以向神交出一處硬心嘅地方，求主嚟去破碎，求主嚟去軟化呢？喺行動方面，我哋應該同邊個喺邊一度，或者係點樣嚟去學習，嘗試去寫出一個你要委身改變嘅性情嘅練習。有咩地方你需要嚟去改變，並且開始嚟去實踐呢？希望你可以喺靈修筆記度寫低，讓你變得更加嘅謙卑，對神有更多嘅盼望，更多嘅感恩。呢個時候，你都可以將剛才咖啡嘅風味記錄，嘗試去觀望一下，今日發現咗啲咩香氣，或者呢啲嘅咖啡嘅獨特嘅地方，係你之前冇留意到嘅呢？亦都啟發咗你一啲乜嘢嘅生命上面嘅改變同埋反思呢？今日嘅經文提醒你啲乜嘢呢？盼望你都可以喺呢個時間將你嘅體會領受嚟去寫低佢。最後，我哋有一個嘅回應嘅禱文，請我哋同心禱告。全能嘅主，我喺呢度向你祈求，當我面對
磨練嘅時候，幫助我去睇到每一次嘅破碎，呢啲破碎裏面卻有着你嘅美善。你陪伴我哋去經過呢啲嘅難關，又求主讓我哋嘅生命好似咖啡嘅香氣，散發出悔改同埋恩典嘅馨香，成為別人嘅祝福，更多與你連結，去見證主耶穌喺我哋生命裏邊復活嘅大能。奉主耶穌嘅名禱告，阿門。今日我哋嘅咖啡靈修到呢一度為止，願意神繼續嘅嚟去祝福你喺生活上邊繼續去經歷主耶穌嘅同在，同埋佢畀我哋嘅豐盛。